最近伫台南看到因的壁刀拢会搭这防空避难的大纸，有民众反映讲看无迄是要创啥。这个警察局也回应讲，因是配合政策换新大纸，也解释讲有大的所在代表是避难的场所，毋是乱搭的。 几百顶仔开壁倒，互人搭防空避难的大纸。最近台南有民众发现，因行过几步就5张以上的避难大纸，上下面是方向拢无共，在地乡亲看甲雾煞煞。灾难若发生的时，嘛毋知影要走去倒位边。张迄拢无要紧，你若讲有人来甲阮讲，哦，有啥物所在会当去，会当避的，安尼阮就知啊。说跑这边跟跑那边都可以的意思吗？那如果事实上去查，的确是两边的方向。 的确都会有避难场所的话，你也不能说贴纸不对。依据警察局，它有列管列册防空避难处所，每处会去张贴这样子，张贴新式的防空避难处所啊，指示民众执行，可以暂时的话可以避难。 原来这是警方配合内政部政策，对今年3月开始，甲全市巨型的大纸拢换做新版的。警方嘛买回因无乌白大纸指示方向，就代表建筑物是避难的场所。亲像安平区公所地下室就是避难的所在。若发生空袭，大家就会使匿伫咧地下室。另外，台南市警察局嘛拍算要推出反光版的避难大纸，足给大家找场所的时间。正在测试具夜间反光效果的标示牌，如果效果良好的话，预计张贴在 大型的防空避难设施。市府嘛表示，目前台南市有6948个避难场所，会当容纳3002万人。若讲空袭警报时，你就会引导民众到避难场所。民众平常时要注意徛喺附近的防空避难的指示。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。